攞表叫我50萬買件農教嘅樓梯衫風，我一嘢揸俾佢嘅春袋。55萬買件電梯衫風好咩？好處叻啊！對樓單位咁鳩大個廳，裝修好晒，天花都唔使自己喐，翻身就可以住啦。55萬電梯房，你想點啊？嗱，呢個單位仲有一個陽台嘅，廚房喺呢個位置，三房單位啲房仲企理。嗱，三房兩衛，呢個呢就公共衛生間、3間房間，採光都係靚仔嘅。主人房仲要係大套間嘅，一切過你睇睇。你見過有主人房有陽台未啊？我未見過，今晚第一次睇。你睇睇呢個房幾夠大？攞表啊！電梯三房啊，睇睇啊，50萬買，再揸俾你個春袋啊！嗱，呢個啊大陽台啊，主人房都可以嚟呢度啊，正唔正？